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有的观众可能捌听过，厝内长辈捌讲过，做代志唔通遮尔啊忙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忙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莽，读做莽意思就是糊涂、无明白，像咱讲懵懂。另外，古早的字典写到这一字，下骹写一字色，若是讲的意思，也有郁卒忧闷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前，咱做过来看到，读做莽先，代表讲做代志真老粗，或者是真凊彩。第二个词，读做莽打，是咧讲一个人做代志顾头无顾尾，一个无细腻，也个真好打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你若是甲这尔重要的代志交代互迄个莽先，做代志莽打，顾头无顾尾，规个稳当去了，你着搁缀伊来收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莽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莽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